听说啊，他只要出专辑就会入围金曲奖。不止哦，真的吗？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嘿呀！谁？你们在等谁？你们想看谁？想看谁？看谁？所有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许富凯尖教授。谢谢。两位好，还有所有我们的阳明朋友，谢谢你们，谢谢我的粉丝，谢谢。带来第一首歌，盖一下棉被，没酒会。阵阵风吹啊吹来，淡薄仔寒，不知影阮的伊敢有加他啥。今夜的天气，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我的心情，如果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为娘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双手借给我，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凉凉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全场的宝贝在哪里呢？你们的双手可不可以跟我比一个爱心？全场一起摇，你是我最爱的。声音有点小，再大声一点，你是我最爱的。谢谢。又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一样，手再借我，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凉凉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再一次哦，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凉凉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声音在哪里？你是我最爱的。谢谢谢谢所有阳明的朋友，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来，掌声鼓励，好不好听？喜不喜欢听？想不想再听？一首够不够？2首够不够？10首够不够？9
请去买 CD 或下载好吗？支持正版。对，哎，再给富凯掌声鼓励一下哇！来，哎，你干嘛要离富凯那么远？他刚才一直在底下喊你宝贝，哎呀，宝贝，不是，他是唱歌词而已，大家凯迷们不要误会。对，因为他们很可爱的。对啊，来，觉得杨梅怎么样？杨梅，因为呢前几年我有来了，等，这话有语病，前几年是什么意思？而且我觉得一样的地方，很久没来了，对不对？有一点时间没有来，但是有没有觉得已经有改变了？我蛮空有越来越漂亮了，有没有？对，而且呢越来越我讲到杨梅呢，一定要说好吃的东西。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你最喜欢吃什么？我上次来呢，今天等一下结束之后呢，我会去附近有一间餐馆。等一下，什么名字？名字我忘记了，只有我的那个保姆车的司机才知道。没关系。对，然后他的那个梅干扣肉好好吃。区长哪一间？等一下，区长，我跟你讲，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请区长请你吃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他愿意的话啦，我也是觉得。什么叫愿意的话？区长哪有什么不愿意？今天都请你来到现场，我们再给区长，再给富凯掌声鼓励一下。那你等下就坐我的车一起，我们去吃饭。我们待会市长还要来，所以你要再等一下。哦，这样子啊，不好意思，要不然就一起去好了。而且我知道你去年最后一天跟今年第一天都献给我们桃园的歌，是给来点热情的掌声。所以你看我们粉丝们多有好福气呀！哈，不过这样子啊，富凯，你前几年有来到杨梅，对，今年又来到杨梅，可是有没有考虑过哈？有一天突然因应我们杨梅的粉丝来出一个客家的小小的歌曲，就是融入一些客家的。本人呢，从小因为呢，我是高雄人。我住旗山，隔壁就是美浓。那以前的美浓会举办歌唱比赛，我爸呢就要我学客家歌去比赛，所以我第一首会唱的歌就是头上过推翻，我半两钱，沙芒大片刚上当天，我叫做自己思念，不是埋怨。哎呦，掌声鼓励一下哇！唱起来都特别有味道。我跟你讲，明年我们还有客家流行歌唱大赛，欢迎你。真的吗？我可以来比赛，是不是？不，你已经超出我们的水准了。谢谢，我是希望你来当评审。哎呀，我的荣幸，我的荣幸。而且听说区长特别喜欢会唱客家语的歌手。真的？好，我回去再多练几首。对，要唱到明年晚会还是跨年还是所有杨梅活动，通通都是许富凯，可以吗？可以吗？谢谢啦，你们凯粉好贪心哦，怎么什么都愿意呀？哎呦，因为呢，他们真的很爱听我唱歌的。重点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去买他的 CD 跟下载？有啦哈，有，这一点很重要。他们那个过年过节都把我的 CD 当做礼物送给那个亲朋好友。那为什么我都没收到？哦，亲朋好友哦，亲朋好友，所以我跟你有隔阂就对了。也没有隔阂，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富凯表演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私心还想知道近期还有没有什么表演或者是计划可以让大家一起追随的？好，因为呢，在3月21号呢，我要到苗栗跟沈文成大哥，又是我们的客家城。对，苗北艺文中心呢，我跟沈文成大哥呢要一起去钓鱼的，边唱歌边钓鱼，要办演唱会。我想说，哎呀，大家来钓鱼哦！宝贝，来钓鱼了呢？对，来呀，对，就是办一个演唱会这样。演唱会哦。对。哎，你这样子演唱会办在苗栗，什么时候考虑办在杨梅？杨梅吗？一样的场地，一样的地方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哈啊！区长有听到了哈。区长，我回去多练几首那个客家歌。不一定，随便你爱来怎么唱，但是我们要保证粉丝超过5万这样子，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没问题，对不对？可以了哈。哎，市长等一下什么时候来？市长稍微晚一点，晚一点是不是？好了，不过重点就是最近有新的一些歌曲，还有就是新的专辑推出来了。最近呢，对，因为呢，我去。8点档台视8点档呢有一场戏，就是那个生生世世，对，片尾曲，我有唱他的片尾曲这样子。然后呢，希望呢这个戏推出之后大家可以支持。然后在华视星期天晚上8点呢，我跟沈文成大哥、王彩华、彩华姐一起有主持，叫做《黄金年代》，希望大家也看一下。对，尽量留在那边看，是每个礼拜几？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哦，还好不是礼拜六，今天礼拜6呢，不然大家都赶快回去看。不，明天呐，天公夜啦哈。明天对，对，所以希望大家给富凯多多来支持哈。不过给富凯支持还有一个方式，
大家的摸彩券要记得投到摸彩券。对，待会开始抽奖之后就不能再投入了。很多在电视内，不过你今天没有机会得到，因为你手上没有摸彩券。然后请大家帮忙，6点45分之前要封箱了哈，我们要等下抽奖要冲封箱，所以待会我们要抽的时候就不能再投了，要记得。赶快把握时间。在哪里啊？摸彩券在综合服务台。哦，好，哎，我不能跟你讲，你又没有摸彩券。我很想说，确认一下。台粉有。台粉有摸彩券，电视后电视，哎，不止电视，冰箱。哦，冰箱哦，我刚有一个介绍一个牌子，富凯牌气炸锅，富凯牌气炸锅，大家都想买。谁研发的啊？没有，是我自己胡扯的啦。好了，接着下来还想不想听徐富凯唱歌？想不想？想要来一点掌声加尖叫声呢？谢谢。来，接着下来我们就来欢迎我们许富凯继续来带来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在唱这首歌之前呢，我希望你们手上的那个手机的手电筒，我们把它打开好不好？手机的手电筒是吧？那个尽量不要讲电话了，好不好？先把手电筒打开。对，因为呢，我们想要营造一个杨梅星光大道的感觉啊！真的吗？对，点亮杨梅。慢慢来，不是，我们区长有8只手机，我们现在就请区长麻烦一下，你就把它放在椅子上面，让它发亮也没关系。里长每个人手机。里长麻烦接，把它下来呢。哦，有，好，来，接着下来，所有的朋友要来掌声欢迎谁？富凯，再一次好不好？欢迎谁？欢迎谁？许富凯，掌声加尖叫声！带来这一首抒情歌曲《跳令的旅行》，谢谢。有越来越多了哦，对，很漂亮。用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的燃眉呢点缀一下，很漂亮的，谢谢。无天的星，待着我做人的约定，变心路程，这一条路叫做人生。你陪我讲心情，你陪我看风景，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天顶的我，听过偌多人的情话，有意过，像世间人变化足多。若春秋想要体，定定不是你的。连路脚踏实地，幸福才开花。我行过温热，你伴过孤单，咱看过繁华，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我听你的入心，你爱我这认真，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我听你的入心，你爱我这用心，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辛苦的工作人员，谢谢有没有朋友？谢谢，用你们热情的尖叫声跟掌声来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尖叫一下好不好？谢谢，辛苦了。我行过温热。你伴过孤单，咱看过繁华，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我听你的入心，你爱我这认真，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我听你的入心，你爱我这用心，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
原来上甜的感情是两人酸苦看甘心，原来上水的出天是经过生死才换来的坚定。我听你的入心，你爱我这认真，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画出一张美的风景。我听你的入心，你爱我这用心，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尖叫声全场来一下吧！耶！感谢你们，谢谢。好，接下来呢，我要来带来第3首歌。这首歌呢是我的作词创作。这首歌呢是写我爸爸妈妈平常生活的状态。如果呢最近有人要结婚的话，这首歌也非常适合用在婚礼的现场。带来这一首《外世界之有你》，谢谢。然后呢，待会呢，区长我有件事要麻烦你吼，对，等我一下，双手借我，来，一起打个拍子。我才予你不免山珍海味，你嘛同款食甲笑眯眯。应之吐槽是咸酸甜，因为相爱所以无禁忌。三途拍开，不管一年四季，心情拢是双双五对对。枕头顶面全是你的气味，讲是讨厌嘛已经惯势，我的世界只有你。是红线牵到底，是生命来保庇，也是天公相创治，予你做我人生的知己。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每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两支气味，一支红，一支青，双人世界，千香搁甘甜。一边眠床，一边我，一边你，一世人就安尼过日子。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是生命来保庇，也是天公相创治，予你做我今生的知己。我的世界只有你。只要你平安欢喜，每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我是要区长呢，跟大家祝福一下元宵节，元宵节大家快乐。有什么话想要跟区长说的？想说的，不台唱的好不好？谢谢。然后呢，我们一起祝大家元宵节快乐。然后呢，今天买张唱片啊！谢谢。好，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谢谢区长。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是生命来保庇，也是天公相创治，予你做我今生的知己。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
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幸福的滋味。我的世界只有你。谢谢，我的世界只有你，谢谢。好。刚刚呢，我们区长非常可爱呢，祝大家元宵节快乐。然后呢，也希望真的新的一年呢，大家都可以很平安。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唱第4首歌，这一首歌，4个动作，要麻烦大家跟我一起做好不好？对，非常简单。对，全场动一下，动一下，把你们热情再拿出来，好不好？来，第一个动作，请大家跟我比 Y， 全场一起啊，非常棒。OK， C， 来哦，我们长官也可以一起比哈，我们里长大哥们，来 A， 好，让我看一下，来 Y， 耶 ，C， 这边哈，这边嘿 A， 很好。接下来呢，我就要带来这首 YMCA 当做今天最后一首歌。然后呢，我有准备小礼物要送给大家，谢谢。好，我们再复习一次 Y M C A， 待会呢大声一点哦，跟我一起唱哦。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再给我点尖叫声，全场了，1、2、3，谢谢。1、2，双手借给我。右手边的朋友，双手借给我，全场一起来。やめ、さあ立ち上がれよやめ、今飛び出そうぜやめ。もう悩むことはないんだからやめ、ほら見えるだろうやめ、君の行く先やめ、楽しめることはないんだから、全場一起素晴らしい YMCA、YMCA 很棒，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全場へ YMCA YMCA 若い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やめ聞こえているかいやめ、俺の言うことがやめ、プライド捨ててすぐに行こうぜやめ、夢があるならばやめ、戸惑うことなどやめ、ナイタスじゃないか俺と行こう、全場所在哪里？素晴らしい YMCA YMCA 若い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 YMCA 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先週の日々はやめ、写真の見ることがいいからやめ、今思うことやめ、言うことやめ、ほら両手あるでやめ、足踏み鳴らしてやめ、今思うことがあって言うと、所以在那里面尖叫声，再给我一些最棒的是说唱 YMCA YMCA 很棒，憂鬱など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再一次
有声音哦。我可以有计划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头很歪的时候 ，Y N C A， 再次 Y N C A， 1 2 3 4 Y M C A Y M C A。憂鬱なの吹き飛ばして君も元気出せよそいつは本番 YMCA 若いうちはやりたいこと何でもできるのさ。谢谢，元宵节快乐，谢谢，尖叫声，谢谢。谢谢许富凯，想不想再听？去买 CD 下载。支持正版，谢谢。好啦，不过重点就是今天来了很多贵宾。